突然，幸福农产丰富，除了土菇，还有各种嘅青菜瓜果、芥牛、仙草、老碰同俩豆。去年菜田农民新立的一个抢农团体幸福农豆，希望打帮了解交流平台，老菜田嘅各种资源结合起来，穷下新种。今年佢就推出嚟蔬果生气象计划，老安东农产结合起来，透过电商平台来推广，希望打出幸福农产嘅名声。佢都喺规划嚟去办产田创作嘅计划，老农事搞好，各冇体验结合起来。为来参加嘅为下了解是老多嘅东西系哪类嘅，韩国代替正式看嘅概念。齐桂峰同车秋月两公婆共下奇妙嘅手艺，同手术嘅同同为准时嘅图片所准备雕虫，其实几行年前亚豆却比较讲中。突然转到这边来，其实对我是有一个挑战。那主要当然就是体能上的一个负担啦，你就要学会很多使用一些农业机械，或者是你要懂得一些基本的水电啊、灌溉设施的配置啊。那这些东西其实跟我以前又是念文组的，对，人家所谓第一类组的这种过去的一些学习的经历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齐桂峰本地女妇科学研究做产品经理，兼朋友阿秋云调摆系统新闻传播同路国呢。出社会过后，佢实地做过工作，为30岁家下，佢改变想法，佢听到日本打工又好，好农业，你打开佢转到家乡做农嘅路。就是在30岁以前的生活，然后30岁以后又再重复着，就想说要再调整一下。然后那时候刚好我妈妈的手受伤，然后就想她就是很挫折沮丧了一段时间，然后刚好就想到说老家的地在休耕，那我们两个就异想天开的就想说，那我们一起下来做农业看看好了。阿秋云先转到家乡幸福，同亚妈妈共下打拼。亚老公阿国峰喺隔嘅2年半过后，将此条路共下来天数。条蛤蟆係種有機草莓，不過草莓長幾十年嘅山龜，為維持生活就天草歸種含卡度用嘅作物，嗰種溜溜熟熟種嘅青菜、瓜果類，同一棟農民共用，加條發現品質高到咧，不過應用嘅賣係動態嘅挑戰。像苦瓜、香瓜、火龍果這些，在夏天都是市場上很常見的水果。就是在當南部都大出的時候，我們北部的就變成就是會有點滯銷，賣不出去。這時候就一開始我們的確都不知道賣給誰的時候，就是也是半買半相送。然後後來是找到一家包裝廠，然後我們夫妻兩個就拿我們的東西去拜訪他們，說就說我們怎麼去說服他要收我們的東西。彼得為開發含卡度嘅通路，加到上嘅二道辦法，好在去年啲農會輔導下成立幸福農道，加到要為含卡度搶業農民嘅盤，共下來興起通路。我們潮農其實概念從字面上意義就是希望說，不管你是原本的巢就在這邊，還是你在這邊建立一個新巢，就是禽鳥歸巢，或者是新鳥築巢，是。那当然，從口音念出來的潮，我們希望它是有一個現代引領潮流的概念，所以就有新屋潮農。不管是在於說，政府推廣的一些項目，它可以快速的了解現階段政府它有推什麼樣的，不管是農機具的補助，或者是幫農的這個產業未來的規劃的走向，它會很迅速的讓我們知道。雞蛋可以壓嗎？可以。哦，可以啊。同青菜、果子、米、卵、碰同亞豆菜田嘅農產品融入到日常嘅杜烘。去年將成立嘅幸福農道，今年前重要嘅任務就會愛開發幸福體系嘅特色青菜、果子show。我可以靈活說，你就一定選4包，你可以，這個是這個菜，我選4包，或者是我每一種菜都各1包，可以做這樣的一個選擇嘛？對消費者他們的
那个需求搞不好更大。当日嘅街头都会固定，始终强下讨论强采购之上，爱买本卖意，假使爱用嘅天，韩国农产品嘅种类。我们希望说这个蔬果箱能够带一个有点像母鸡带小鸡的概念，只是说这些农作产品它可能，短时间要去一些比较大的通路，或者是比较常见的通路，并不是那么容易，因为新农其实在这一块就是需要耕耘的。所以我们希望说，这个生鲜箱就是大家一个共同的一个共有的通路。蔬菜这样的话，就以新屋当地特色，就都是新屋的农产品啦，就是帮新屋打个广告这样子，让大家知道，其实新屋可以出的农产品是非常多元多样的。两位同天送平台合作，也有农民未行卡了解设备站，他会买哪一种产品？电商通路其实他们的优势就是在于，他们对于消费者的分析是做的相对是完整的，他很了解在他这个平台上面购买消费者属性是怎么样，所以说他可以帮我们去做一些消费者区隔。我们现在已经找好一个网络的专门卖农产品的网络通路平台，对，然后做一个潮农严选的一个蔬果箱的销售。那这个东西其实对所有农友的帮助，就是说，我可能有量产的时候，它多了一个平台可以做销售。出题推广强采购之上，也條咩規劃順係新屋菜地嘅10分鐘計劃，用卡目探究價嘅概念，為消費者了解新屋嘅多樣化農產品。消費者他可能在全國各地，他透過訂購買到我們家的生鮮箱，他可能有自己的烹調方式，在他們家的廚房裡面享用。那可是我們希望說，他如果有一天能夠來到產地的時候，我們可以用不同的一些農事體驗，或一些不同料理方式，讓他可以吃到不一樣的口味。呢個記下條，每位推廣是農教育，希望菜地生產、菜地消費嘅概念，早地推展出去，打造新屋做大攤飲食圈，行卡重要嘅係，產業農民之間相互交流、分享經驗，安尼行卡多新疆嘅產業農民就冇行安多鹽網路。